好我真紧张啊，所以等一下我若是有问大家问题，请大家尽量来回答吼。好，今仔大家好，我是台语讲了真老屎的高基芬啊。其实我细汉的时阵，台语是讲了足拗屎的，毋过今仔日我会当徛伫咧遮用台语来甲大家演讲，做来感谢我上爱阿嬷，阁有台语8点档的连续剧。讲了这个8点档啊，我想要请问大家，敢有咧看8点档啊？哦，真正哦，太好了，太好。好，你拢看过倒一出啊？多金闪期。哦，阁有咧，阁有啥物？雅气星星。阁有咧。这个我无听过。好，拄则讲的迄几出，我大部分拢有看过，因为我自细汉就甲阿嬷做伙看8点档。这个是我看的头一出8点档，敢有人知影这是倒一出？对，就是台湾龙卷风。搁来20外档咧，我嘛对着这个男女主角开始我的8点档人生啦。我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。恁感觉这个8点档的剧情是每一出拢差不多，也是差遮济啊？对，就是差不多啊，因为因拢是同款的步数，这就是咱8点档的机制。虽然讲步数拢同款，毋过因就是我都将观众骂甲戆死，看甲大家拢会当做导演啊呢。即马阿芬我嘛要来做导演啊哦，来甲大家介绍这个8点档到底有啥物款的步数哦。来 ，Action！好，第一步咧，好尴尬。第一步咧就是这个韩国的特效。8点档的剧情啊，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大细细。毋过为着要互这无聊的代志搁较趣味，就要用足侪韩国的特效。譬如讲，恁细汉啊，咧耍海牵手的时阵，牵手是为遮海到遮，也是遐，也是海到天顶啊。好应该大家拢是海到遮，也是遐啦。毋过这个8点档足神奇的哦，咱来看一下。你若是唔相信啊，我就不让你看。好，哇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啦。好，所来另外一段韩国较真趣味的，就是这个真出名的，不是出名的，就是这个Michael出车祸啦。大家感觉讲，这个Michael互车弄着了后，伊会倒伫咧涂骹，黏伫车顶，也是飞去到天顶咧。嘿，倒一个。对，伊会飞去到天顶。伊飞去到天顶了后，就开始伫咧仰式游泳安尼。咱来看伊会伫天顶受几拍哦。这一定是收紧对无？咱来搁看一摆，伊会收几拍哦。来做伙来算吼。来1拍、2拍、3拍，3拍啦。好，因为天顶跋来涂骹了，就伫涂骹咧擰。咱来斟酌看看有法度变几拧哦。足够变的。好，咱来过来算看卖伊变几拧哦，看慢动作，1拧、2拧、3拧、4拧，4拧半哦，夭寿厉害的。我真正怀疑讲遐体操选手可能拢是安尼训练出来吼。好，过来咧，这个Michael互车弄着了后是会送去倒位啊？是殡仪馆，也是病院啊？对，这个男主角上无嘛，演到完这片啊，袂遐早死，所以伊会送去病院啦。讲到这个病院，就要是着咱台湾世界有名医疗机制，对无？对。好，这个8点档嘛有医疗机制哦。头一个就是这个，头一个就是这个。大家感觉这条是啥？是脾胃管，还是大鼠管，还是水道管咧？对啊，这就是咱8点档的第一个医疗机制。洗衫机的水道管，嘛会当做漱口的管啊。好，第二个咧，就是这个心电图的大片。大家敢知影这个心电图的大片，一
应该是爱搭伫咧胸坎，也是头壳顶啊。对，这是常识吼。这应该平常时拢爱搭伫咧咱的奶顶悬。毋过这足奇怪，这个8点钟竟然搭伫咧头壳顶嘛，有法度量着伊的心跳啦。刷落来咧，就是这个真出名的这个，听讲，就是这包起来，大家感觉都会怪怪无？快出来吼！听讲伊是头壳受伤啊，若是真正安尼，伊受伤进前毋就洗澡这款，还是这款？好，我甲伊画头问吼。好，刷落来咧，我想看卖哦。就是足 over 的跨界，因为即马跨8点钟的少年人愈来愈济，敢若本土化的口味就无够险，要安怎来得到即个少年人的共鸣咧？即个跨界嘛有3个要素，第一个就是华语化甲国际化。咱想讲即个台语的8点钟搬戏，当然嘛是用台语啊。毋过足奇怪，即个男女主角的名，若是用英语，就是华语。我用因的台语应该是甲我同款落赛，譬如讲即个青菜真合拍的男女主角，若是讲着人名，就要用华语的画来画去哦。够了。像有个男的，林老师，我来进步。你是安怎甲这么一个疏通？毋过即摆是要偌无乱，我种想了就生气。这个国际化的时阵英语嘛真重要哦。恁敢有听过男女主角用啥物款的外国名？对，Michael 啊 ，Rebecca 拢有，还佫有啥物 Coco 啊 ，Coco、Robert 啊 ，Angela， 还佫有妹，这个妹是妹家己改的吼。来看一下。因为你比我好，我租给当地请所有财产，跟地下上会用头就其他其他。通常呢，你搞嘛，全全都让人有当时伊的英语嘛甲台语同款落赛啊，譬如讲，把这个 Ryan 讲就是 Lion。这个国际化的时阵，除了英语、日语嘛真重要哦。拖3天来，敢是要甲我斗3天处理50项代志啊？甲人讲话时阵，目睭要看对吼，看啥物哦？这个跨界嘛会跨过阴阳两界哦。连譬如讲，这个江宏杰，伊是一个大歹人，连鬼神拢蛇出来要甲伊讨命。这段是咧讲，这个江宏杰有一天开车，开到一个暗民帮的磅空，无就伫金光闪闪一目呢，就已经有这个阎罗王甲七爷八爷，等要甲伊放台啊啦。嘛就是讲遐作恶多端的歹人，就会受到现世报。这种充满正义感的剧情，观众上爱啦。刷落来咧，除了看过阴阳两界哦，伊嘛穿越时空到古早哦。在座有听过《神雕侠侣》的，请喊一声有哦。伊的男女主角是啥啊？对，就是杨过甲小龙女嘛。因为这就是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、兄弟姊妹拢知影的角色。这个8点钟当然嘛会甲因演一摆。这段原本是伫咧现代哦，因为这个男主角救女主角，伊就甲男主角想做是过儿。这个小龙女拄有过儿了，会发生啥物代志咧？
小品，什么呀？哦，这个过儿竟然这个过儿竟然就得到这个 COVID-19 啊要求保庇全家平安好。这个喊过的特效，个医疗机制，个有足 over 的跨界，这就是咱8点档的机制剧本，嘛是因为这个喊过个有足 over 的剧情，互观众一个透气嘛，互少年一个逐工准时学台语的所在。好，以上就是阿芬我的分析，大家感觉我是毋是已经有资格来做这个8点档的导演啊？哦，感谢大家。